53岁的港星叶子楣，当年以波霸形象走红影坛，之后她与骨科医师吕锡照热恋就淡出演艺圈。两人一路相伴26年的时间，尽管没登记结婚，但感情十分坚定甜蜜。爱人的骤逝让叶子楣打击甚深，消息一出也震惊演艺圈。叶子楣是90年代香港知名的3级片艳星，她拥有傲人的36楼身材，当年以玉蒲团之偷情宝剑一片走红，更有着波霸的称号。90年代中期，叶子楣和骨科医师吕锡照相识相恋，随后逐淡出影坛。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吕锡照在去年底搭飞机前往美国的途中，突然心脏病发猝逝。对此，吕锡照的儿子证实这项消息，其他的则不愿多谈。至于叶子楣本人，则尚未回应。由于叶子楣息影多年，先前传出有片商捧着4000万台币的片酬，要他复出再拍3级片，但都遭叶子楣拒绝。先前传出两人在交往5年时一度分手，但又火速复合。至于为何没登记结婚，叶子楣则说是因为男友和前妻的婚姻失败，让她对婚姻有阴影而不愿再婚。